伫个7月底甲8月初的好大雨甲风台的西南气流的影响，造成台南市的山区、南管线甲部分的平地灾损甲积水。虽然台南市经过这几冬的治水，原本容易积水的安南区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不过伫个中西区的沙卡里巴以及南区的国民路殡仪馆，嘛拢出现积水。议员要求相关单位要改善。沙卡里巴市场淹水的这个问题，大雨来的时候，家的准备个爱淋水啦，那这是包括好像中正路面有几家商家，其实好几家商家也都有面临到这个淹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不止我们的问题啦，我想水利局有箱涵的问题，那我们养护科这边，我们公务局这边有侧沟的问题，那包括我们市场内部的水怎么去处理，让它更快的排到水沟排到箱涵，这个我们市场处，我们经发局这边也有责任那当然，这市场内有一些它地势地洼的部分这个我们会再跟经发局、水利局跟公务局，刚才议员特别提到，这是其实跨局处一起要来做一些研议处理。那市场的指示这边我们由我们这边来召集，再把这个部分的积水的部分呢，我们来做一些通盘在相关的检讨。现在那落雨边，我就中水，我松假好要去遐个人，我连庙的人。都爱涉水而入呢。落雨的时阵，大家还那个布这水帘进去呢，大家规身躯哪里比？这种现象是一个能够号称是东南最大一馆的殡仪馆，设备吗？你看我们在里面要求多久，还是没有看到改善。你的水泽，你咧跳出的水泽都没检讨，佮含到一个地下室。是。遐种徛人的所在，对恶贤者较有尊重，对上港底下卖面面我落雨的时阵都要受到这种待遇。我想要马上去处理，已经很久了。这种豪雨特报早就有气象局公布了，不应该我们南区的湾里洗漱淹水的时候，再次跟我们讲说抽水站的抽水错了，那个坏掉了，这是唔对的，因为那里常常是有常驻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有淹那个豪雨特报，还让那个抽水站坏掉，造成湾里洗漱当天的淹水？我觉得这都是搪塞之词。虽然水利局长回应是因为时雨量太过大加潮湿的影响，不过面对气候的变迁，议员要求要做好切沟加箱涵的连通，卖互位置的下水道箱涵的头端嘛来积水。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